早起有民间团体针对政府的准公共化幼儿园的政策提出批评哦。因讲最近这2档公立幼儿园拢招无学生，是因为政府一直补助准公育，准公育是愈来愈多，也毋过品质好歹是差真多。民间团体要求教育部就应该要好好检讨这个政策。准公幼大撒钱，公幼大减师。教育部108年推出准公共化幼儿园的政策，实施到大，政府投入去的经费已经为一开始的30亿，增加到111年的100亿。全教总理在开记者会表示，准公幼的资源强要超过真公幼，已经和教育部长潘文忠当初讲的准公幼是补充的措施完全无同。准公共的这个问题一直层出不穷哦，甚至他补助给准公共的经费已经几乎直逼公共化幼儿园了，所以我们这边要呼吁哈，就是教育部其实应该赶快踩个刹车，否则每年投入接近100亿的这个经费下去，其实是没有办法帮助这个公共化的建立。准公共化幼儿园是一寡私立的幼儿园，和政府签约，接受政府的补助，所以规定要符合政府的标准。因为政府直头提供补助，全国幼教产业工会是批评讲，准公幼是愈开愈多，嘛害真侪县市大减少公幼教师和教保员招考的名额。那公幼招生不佳，除了浪费宝贵的公幼名额之外，更使得许多县市开始减公幼的教师以及教保员的招考资格。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和全国幼教产业工会拢批评教育部对准公共化幼儿园的补助，真侪拢是无必要的。加上申请的条件是伤零，造成准公共化幼儿园是愈来愈多，品质有好也有歹，嘛影响到一寡公立幼儿园招无学生。面对全教总和全友善的批评，教育部是表示会继续收集各方的意见，找出对囡仔上好的政策。记者柯嘉轩、谢桂林台北采访报道。